嗨，大家好，我是探评术，今天是2025年12月29号。這一期咱們聊一聊地方數據注水的問題，當然也可以說叫造假。這個不是咱們自己在這兒編造的。我們今天要看第一財經的一篇報道，2025年12月29號，第一財經刊登一篇報道，標題就叫做買來的出口數據耗費地方財政，對經濟無實質帶動。作者叫蔡真，第一財經報道的，對吧？這個應該是可信啊。他說地方政府買出口數據，那幹什麼呢？買數據幹什麼呢？這不就跟那個電商家刷单是不是一個意思啊？數據造假，數据注水。那這麼做的動機是什麼呢？我們看看這個第一財經的報道。他說近年來我國各地出現多起買單出口涉詐案，揭開了外貿出口數據統計中少有人知的灰色地帶和騙取退稅不同。這類案件中的外貿企業收入來源是地方政府對出口企業的獎補資金，靠着大量設立具有外貿資質的空殼公司從報關中介手中購買出口數據，地方政府根據海關返回的出口数据發放獎金。這些出口並未發生在空殼公司的注冊地，卻給當地帶來了出口數據的增長。更重要的是，地方商務廳、商務局對此類行為態度曖昧。不少案例顯示，地方商務部門不但默許，甚至主導此類行為。也就是这些買數據的行為在有些地方是政府主導的。詐騙者反稱配合政府。今年1月，某內陸省份多名外貿從業者被提起公訴。根據指控，被告人合謀在當地多地設立空殼公司，購買外省外貿企業的出口數據，即買單出口，騙取政府巨額出口獎勵款，涉案金額過億元，構成詐騙罪。該案尚未宣判。無獨有偶，西南某省份也有同類案件正在審理中。相關個人臨時注冊成立100多家空殼公司，委託報關，虛構為空殼公司名下自營或代理進出口業績，被指控騙取政府的外貿企業獎補資金人民幣2億多元。什麼意思呢？這個第一財經說，像這種情況不是某一個省份有，而甚至是一種普遍行為，符合蟑螂定律就是當你在家裡發現一只蟑螂的時候，你們家可能已經被蟑螂占領了。委托報關公司將真實貨主出口的貨物套用涉案公司名稱進行報關，生成在海關的出口數據，即俗稱買單出口。在沿海地區，一些中小出口商沒有出口資質或不具備一般納稅人資格會選擇報關公司、貨代等機構代為辦理相關業務，將出口公司抬頭更換為具有資質的公司。具體流程，空殼公司將企業登記基本情況發給報關行，並向報關行出具代理報關委託書、委託報關協議。空殼公司或報關行根據報關行已掌握的無主出口貨物制作電子版出口貨物清單、專箱單、商業發票，有的口岸也可能需要代理出口合同等貿易協議。報關行根據上述文件制作預錄海關出口貨物報關單，提交海關報關。有報關中介直言，真實貨主公司把真實出口的貨物委託給貨代或者報關行，讓他們代理出口，他們只知道報關行在幫他们代理出口，至于这些貨實際使用什麼公司的抬頭報關出口，真實的貨主公司是不關心的，就是你把我的貨運出去就行，至於你用什麼公司的名義不重要，這叫買單。然後這個空殼公司在海關那兒就生成了很多這個空殼公司出口的數據。那空殼公司它注冊地政府在海關那兒也就是增加了出口額，那空殼公司就可以跟他那個注冊地的政府商務部門去領取出口獎勵。你說這到底是圖什麼呢？花錢買這些數據，實際上跟當地雞毛關係沒有。買單出口在多地已經存在多年，一些地方曾經查處過多起類似案件，但有一些地方對此並不阻攔。買單出口產業鏈的利潤來源是地方政府對出口貿易的補貼，涉案外貿從業者被指控詐騙政府補貼，但多份證據指向多地商務部門對買單出口知情，甚至處主導地位。我覺得這些空殼公司的
操控者啊，那叫慘，對吧？跟着政府後面以為是這個錢賺的是順理成章，對吧？這個錢賺得多，你啥也不用幹，買數據就坐地收錢了，哪知道，對吧？事後涉嫌詐騙。第一財經獲悉啊，前述案件中某內陸省份的外貿企業被當地海關羈思分局抓捕偵查後移交檢方。根據檢方指控，多縣市地方政府為促進本地出口經濟發展，先後制定政策文件，對本辖區外貿企業的出口貿易進行獎勵，由各地商務部門負責審核執行。具體而言，被告人與各地商務部門達成出口獎勵協議後，借用他人的身份信息，先後注冊成立90餘家公司，並申請出口資質，在公司無實際經營的情況下，提供公司名稱和資料，通過報關中介委托報關公司將真實貨主出口貨物套用涉案公司名稱進行報關，非法生成在海關的出口数據。被告人一面向報关中介支付出口买单價款，一面向商务部门递交申请文件，按照出口货值$1奖勵人民幣3分錢左右的標準獲得獎勵款。為逃避稅務稽查，在獲取獎勵金後，被告人隨即將申領獎勵的公司注銷。你看啊，這是一條龍作業啊。某被告供述，成立這些公司的目的就是通過買單出口的方式拿到出口數據，隨後去商務局領取補貼款，拿到補貼款之後，公司就注銷了。其家屬则再三表示，這些行為是配合政府做政績。那你現在說這個有什麼用啊？誰會承認呢？這些家屬啊，也是腦袋不清楚啊。你能從政府那拿到紅頭文件嗎？那某個領導給你的許諾那是沒有用的，對吧？你得有紅頭文件，對吧？紅頭文件給你了，說是讓你這麼幹的，就這個都不保險，對吧？紅頭文件也可以成為歷史文件，不算數啊，可以撤銷啊。第一財經說啊，如果以$1出口補貼3分錢人民幣計算，上億元出口獎補對應的出口額粗略估算在數百億人民幣。為買單出口發放獎補資金，不僅耗費地方財政，而且讓外貿出口數據嚴重失真，對地方經濟沒有任何實質性帶動。相關案件公訴方就指出，地方政府為了鼓勵本地經濟發展外貿经濟，出台獎勵政策，被告人利用政策執行的漏洞設立空殼公司，購買他人的出口數據，非法套用在自己公司名下，在海關系統中虛構了形式上的出口增長數額，實際上沒有任何支持經營活動，對外貿經濟發展沒有任何貢獻，這是典型的虛構事實。沒有任何組織程序將買單出口問題上報政府決策部門並取得同意。你看啊，也就是說沒有政府的文件支持，沒有紅頭文件，没有蓋章，你現在說是政府讓你幹的，你就自認倒霉吧。这個第一財經說啊，相關部門存在政績衝動，報關中介機構物有大量出口數據，企業主從報關中介手中購買數據，以申領各地出口補貼賺取利潤。此類空殼公司出口數額巨大，卻沒有納稅和申報退稅，因此可能被地方稅務部門視作異常，從而被調查。但多名被告家屬及代理律師則認為，海關返回的數據均有對應的出口貨物，數據真實，不存在詐騙行為。也就是說啊，我這數字並不是捏造的，雖然是買的，但不是捏造的，買的它也有真實的貨物出口，沒有誇大。哎，這就是家屬和律師狡辯了。有被告家屬告訴第一財經，當地相關部門及相關領導並非不知曉被告公司提供的出口數據屬於買單出口，有些相關人士甚至對此有過明示或暗示，他們提供的錄音、聊天記錄等材料中確有此類內容，如某地商務局公職人員直言當地有一般貿易出口額度的績效需求，並問當事人有沒有相關出口業務可以給區商務局提供支持。什麼意思呢？也就是地方商務局啊，它有出口的这種 KPI， 到了月底或者到了一個季度的最後幾天，這完不成怎麼辦呢？他就找這些空殼公司，對吧？你們手上有沒有數據？幫我搞些數據，幫我完成 KPI， 對吧？有獎勵。當事人說，認識沿海很多大的報關行老闆，他們掌握很多沒有進出口資質的貨主的實際出口貨物，可以幫區裡完成一般貿易的出口任務。一位被指控詐騙的外貿老闆稱，外貿綜合服務見效太慢，各地的商務局都在通過代理出口的方式做外貿數據。
據，所以各地的商務局就讓我們也在当地做代理出口。相關案件代理律师则表示，地方商务局负責人对买单的市场行情十分了解，还会根据市场行情調整出口獎勵標準。某地關於外貿出口獎勵問題備忘錄中提到，外貿招商項目獎勵資金在當年完成目標任務吊坎大，確需開展外貿招商合作情況時採取一事一議辦法，對新招商引進的外貿企業按照出口額$1獎勵3分到5分人民幣的獎勵，甚至地方商務局負責人會直接向相關企業下達出口數據指標，並通過微信實時調控報關量和報關節奏，以應對歲末年初等時間段需要開門紅的需求。你看啊，1月馬上到了，要外貿對吧？要開門紅，我們這個省啊，開局一片大好是吧？要開門紅，那這個時候這些商務局的負責人就開始找手下的這些空殼公司，所謂的外貿企業对吧？你們能完成多少？你们能完成多少？給你多少？給你多少？有什麼獎勵對吧？上面要什麼計劃，按什麼指標，咱們就按照完成對吧？所以大家就知道為什麼說 GDP 5%，那就一定是5%，一定能完成。那它道理是一個道理啊，是一個邏輯啊。個別月份政府需要開門紅的時候，各地徵購中介手中數據供需影響價格，成本甚至高過政府補貼，被告方出於維護政府關係的考慮做虧本買賣，政府補貼發放需要過程，購買出口數據需被告方墊資佔期較長，也就是那個空殼公司啊，你跟那個海關的報關公司買數據的時候啊，那也要現款現貨，你得先跟人打款，人家再給你這數據，然後這個空殼公司呢，你再從政府那兒領那個獎勵，那恐怕有滯後對吧？要3個月4個月，那中間這個相當於就你要墊款，這些空殼公司賺錢其實也不容易啊，賺錢還得帶這些人分呢。說有被告告訴第一財經說，案發前被告方公司與當地政府相關部門合作愉快，有關部門甚至會在相關公司遇到麻煩時進行協調。2023年，某地稅務局向商務局發函提示買單報關業務模式風險，區稅務局致函商務局說，關於提示部分出口企業風險的函說，相關企業關單顯示自營出口，而企業相關負責人反映其僅為出口貿易服務，並未收取任何代理手續費，企業均未在稅務部門申報出口退免稅，也無法提供相應的有效進貨憑證、收匯憑證和收匯記錄，也無法提供進行貿易服務的合同資料。相關企業收益主要來源於按出口值對應發放的財政補貼。這個第一財經獲得的資料顯示，針對稅務部門關注，經過該區商務局外貿服務平台以及企業代表商議後，拿出解決措施。關於稅務提出的企業合規問題，因受疫情影響，全國都是同樣的操作方式，即通過代理服務的方式採購真實數據來填補經濟指標的短板。出口產品本身具備免增值稅的條件，是通過代理服務產生的數據，企業沒有收入只有支出，所以也就沒有企業所得稅，而且這些企業都是真實的出口業務，真實的數據，沒有弄虛作假，都是為區裡經濟指標做了貢獻。你看啊，他說的很有意思啊，是為區裡面的經濟指標做貢獻，而不是為區裡的經濟做貢獻，也就是為區裡的數字做了貢獻。這就是我說的，對吧？大家不要對官方那些數字太執着，那些數字都只能參考。大家還記得吧？那個口罩期間，各地商務局是吧，組織專機啊，到歐洲、到美國、到什麼西方國家去招商，還有印象吧？然後回來就是各種捷報是吧？各個地方有招商多少，吸引外資多少。現在你看一看，恐怕大部分都是弄虛作假。或者大家再想一下，今年3月份，這個特朗普一上台之後就開始關稅大戰。這個關稅大戰以後，咱們這邊應對是怎麼應對啊？是吧？要內銷。我記得那個時候央視還有各大媒體都報道，全國各地對吧，掀起了內銷的熱潮。什麼京東各大平台還專門為那外貿企業開闢什麼內銷這個專場或者渠道等等啊。然後緊接着後面就是各種好消息，對吧？這個外貿企業出口出不了了，但是在國內賣得更好，一方表演呢。你現在看一看10月8、9啊，那都是涉嫌虛假宣傳，那數字恐怕都是造假。你看看第一財經的報道啊，說
同時，商務局希望對2022年和2023年4月之前引进的貿易型企業的出口數字予以肯定，相關部門能夠既往不咎，給予兌現相應的獎補資金。部分買單出口案件中還存在利益輸送和權力尋租行為，這個我想不可能是部分買單出口啊，你所有的買單出口裡面肯定都有利益輸送、權力尋租行為。裁判文书网顯示，江西某地级市曾有人因買單出口不當牟利被判非法经營罪，时任商務局局長以乾股分紅形式收受賄賂數百萬元。法院認為，受賄人濫用主管全市出口創匯數據職權，指使他人擅自調整全市出口創匯數據，造成國家出口創匯獎勵資金被重複申領，給國家造成直接經濟損失，其行為構成濫用職權罪。華南某省某地海關官員於2019年因受賄罪被判刑。判決書顯示，該名官員向從事買單出口騙取外貿獎補的企業提出按補貼數額20%收出好處費，企業主則同意按補貼數額的10%給予。你看看啊，對吧？這不就是一個權力尋租嗎？利益輸送嗎？這個第一財經說啊，各地的態度啊不一樣，各地評判有別。你剛才第一財經隨便說了一下，都好4-5個省份了吧，都有這樣的買單出口。你說地方政府本來就缺錢，沒有錢，對吧？現在連這個公務員工資都發不下來，然後他完了還拿錢去搞這假數字，補貼這些假數據，真金白銀的補貼啊！你這不是有病嗎？為什麼會出現這種這個現象？第一財經發現啊，這是各地出口獎補政策的發放門檻存在差異，對買單出口的定性處置並不一致。你看各个地方還不一樣，一些地方商務局在發放補貼款時需免申即享，無需企業遞交其他證明材料。各地商務局領導或職員證詞也顯示，補貼發放主要依靠海關的出口數據，企業免申即享，也就是你企業不用申請，地方商務局會根據這個海關的數據直接的吧一算，好，你這個企業該給你獎勵多少，錢就給你打過去了，不用你申請。相關領導稱，該項獎勵只是針對對外貿出口數據指標完成情況進行獎勵，考核的標準就是外貿出口數據。在被問詢時，對發放獎勵補貼對象企業的實際經營情況有無要求，比如要求繳納社保、有無在本地納稅、真實生產等。該領導表示，我們按照文件要求落實。這個文件上寫的啊，沒有說要求這個企業要交社保，也沒有說要求這個企業在當地有生產。這文件寫的只是要出口數字，對吧？要出口增長，那我們就出口增長就看海關數據啊，不是看它在地方生產不生產，那跟咱沒關係啊。你看看啊，這就是地方政府的態度，按照文件要求落實兌現獎勵政策時，主要依據就是海關出口數據，沒有其他方面要求。至於它這數據怎麼來的也沒關係，至於這個企業它到底生產不生產，對吧？有沒有人，這都不重要，有沒有廠房跟咱沒關係，只看海關數據。當被問到如果企業沒有在當地繳納社保，沒有在當地納稅，沒有真實生產，屬於空殼類公司，但是當地註冊的企業有海關出口數據增長，在不在你們發放外貿獎勵補貼的範圍？該領導並未正面回答。第一財經注意到，有判例顯示同類案件被告並未判處詐騙罪。如華南某省判例中，法院認為被告人在與親信局簽訂合同時意思表示一致，對合同的履行也得到了經信局的認可，所得出口扶持獎勵也是經經信局審查計算並經會議研究決定給付的。最終被判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構成詐騙罪的意見未予採納。法院認為這不算詐騙啊，這屬於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那罪就輕多了。虛假證明文件的那就判1年，對吧？或者半年或者2年頂多了。詐騙罪那不3年5年起步啊。這個安徽金亞泰律師事務所主任王亞林在一文說清購買報關數據獲取政府獎補資金的罪與罰一文中稱，自2022年以來，購買報關數據獲取政府獎補資金的行為，在司法實務中被指控為詐騙罪最為常見，也有法院以非法經營罪、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和偽造國家機關公文罪作出判決。在他看來，
在商務部門授意明知安排下，通過花錢買數據的方式，以及在貨物信息真實可靠、國家統計的出口總量不變情況下，行為人通過私下額度調整，將出口发达地區的貨物嫁接到欠發達地區，實際上是一種總量不變、自由分配的數字遊戲。國家穩定外貿基本盤和地方政府要出口政績的目標都已經實現，而實質上的出口創匯有利於就業，並不屬於地方政府制定獎補政策的真實目的。出口創匯、實際就業人數等情況通過實時審查唾手可得，而獎補資金發放前，這些問題並不在審查範圍。這個律師認為購買報關數據獲取政府獎補資金的政策信息不公開，政府單方面確定報關數據額度空間，還由政府出面解決企業困難，誰是真正的主導者，誰只是配合者，一目了然。新規出台，何去何从？第一財經說國家有關部門近來出台條例，對出口貿易的稅收情況進行了規範，也遏制了買單出口產業鏈滋生的土壤。今年3月國家稅務總局、財政部、商務部、海關總署和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5部委聯合發布關於應徵國內環節稅貨物出口優化服務規範管理有關事項公告，出口應徵稅貨物的納稅人、報關企業、報關人員等主體及相關人員不得偽造、變造、買賣報關單，不得虛構出口業務，虛報貨值、少報貨值，存在偽造、變造、買賣報關單、虛構出口業務、虛報少報貨值、逃避繳納稅款等違法行為，或者協助實施上述違法行為，由各相關部門依職責分工，按照有關法律法規處理，構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对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只要中間有钱可賺，照樣人找到辦法，对吧？你就5部门、10部門來規範都沒用。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對第一財經表示他說此類買單出口案件中，空殼公司、報關中介可能還存在虛報貨物、騙取退稅的情形，這種假自營、真代理的行為擾亂了外貿管理秩序。他認為買方和賣方要同時打擊，各個政府部門要依法履行職責，加強內部信息共享。對於這類虛假和重複出口數據是可以比對出來的。此外，政府要有正確的政績觀，考核機制應當完善，不應追求虛假的外貿增長數據。財政方面要嚴肅財經紀律，加強財務會計監督。外貿獎勵政策要慎用，政府重在公平執法，主要職責應當是營造法治化、市場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這個是第一財經的報道說現在有些政府可能基於短期利益或者是短期施政目標搞這些虛假數據，這和中央提出的高質量發展、建設一流營商環境、暢通國際國內雙循環都背道而馳。這個節目實際上我在前不久介紹過，但是這一次是第一財經，對吧？他又採訪了很多人，重新把這個事梳理了一遍，对吧？這個作為一家正規的媒體報道，財經類媒體那這個事情不容小視。我倒是覺得這些空殼公司的老板被抓以詐騙罪抓起來沒毛病，因為他叫主觀故意，他就知道這就是騙國家補貼、騙地方政府的補貼，不要抓了之後就裝無辜商務局某領導，對吧？許諾或者暗示或者要求你這麼幹沒有用，犯法，對吧？你是成年人，那商務局領導讓你去殺人，你就去殺人嗎？所以說第一個對這些空殼公司，对吧？套取地方政府出口獎勵的這些人，按詐騙罪治罪沒毛病這些律師在這裡面攪渾水。實際上我們可以把它理解成什麼呢？或者我們就講的比較通俗惡俗一點這就是叫仙人跳，對吧？地方商務局先引誘，對吧？這些想發財的這些人，告訴你這些人沒有一個什麼好人就他們天天想着就是跟政府這邊怎麼勾搭，怎麼，對吧？用政府的資源去賺錢，他們功夫都花在這兒，在政府身上下功夫，巴結這些有权利的人，拿個什麼資源去賺錢，然後再給这些有權利的人去賄賂。也就是什麼意思？就是這些人他是幫助這個權力這個尋租的這麼一個掮客，對吧？幫助權力變現的這麼一個人。所以像這種人以詐騙罪治沒毛病，不要抓住了就裝無辜，對吧？他們心知肚明，這就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構的，對吧？他沒有生產，他就出口數據，你出口什麼？所以說这些有些律師他純粹是，實際上這個就助長了這些不正之風，就應該狠
狠狠打擊啊，所以這些人不值得同情，对吧？你頂多說他是被仙人跳了。什麼叫仙人跳呢？商務局先騙你，對吧？你來幫我完成任務，完成數據，然後你還有獎勵，你看看，對吧？這一舉兩得多好啊！好的獎勵拿到手，拿到口袋啊，有錢有命賺，沒命花，拿到口袋還沒捂熱呢，那邊公安局找上門了，經偵說你要詐騙，你看鐵證如山，錢老老實實退回去，對吧？沒收，又到了從政府的這個口袋到了政府那個口袋，完了你呢登縫紉機。你仙人跳嗎？不就這意思嗎？其實玩那個就這些人啊，唯利是圖，他中了政府的仙人跳，這個應該是大快人心，對吧？就他不是好人吶，活該他倒霉。這是第一個啊觀点，对吧？不要因為他們被抓了，然後家屬在那喊冤，說這個我不知道，那我不知道，我不是故意的，這是政府授意的，有什麼用啊？你把政府的紅头文件拿出來，沒有紅頭文件那都沒用。然後哪個領導跟你說句話沒有用，對吧？領導還叫你不要違法，那好好幹，你咋不好好幹呢？你還偏要違法，不值得同情。第二個就是這些地方政府、這些商務局，對吧？紀委應該問責。這就是公然弄虛作假，這就是塔西佗陷阱，是吧？這消耗的是政府的公信力啊！它不僅消耗政府的資源，對吧？這錢花出去了，買那些數字有什麼用啊？無非給他自己增加政績，這不就是弄虛作假嗎？紀委應該對這個從上而下要查，當然呢，他也查不清楚，這就是他要查清楚那就怪了，所以這就是問題所在嘛。病根啊，就在這兒，實際上是上上下下都知道在造假，大家心知肚明，對吧？誰是那個皇帝新裝中的那個小孩，對吧？你把喊出來了。那你擔責任，对吧？大家都知道這數字是買來的，都是造假的。這一條線上的，對吧？那上面的當官呢，他也因為你這數字造假，他也得到好處了，他的政績，对吧？更漂亮了。但是責任他不擔的，他是不會擔責任。最後的責任就是這些空殼公司的這些老闆，對吧？他們是背黑鍋的，那是他也該背這鍋。就是我們要想，這多少數字啊，都是假，都是買的。所以我們你看大頭的錢是吧？一部分就在這兒浪費掉了，它沒有任何實際效果。一獎勵都是多少億的，這錢花出去了，它有什麼效果？買了一堆數字，對吧？大頭的錢就這麼消耗，那這只是外貿一個行業，還其他行業呢？就是你說政府補貼的也不是外貿這行業，新能源汽車，那你說多少那個主機廠商騙錢騙補啊？那騙補的手段是五花八門，花樣翻新啊！要不然大家怎麼會發現那個各大停車場草叢裡面都是那崭新的新能源汽車，是吧？連座椅上那個塑料膜都還沒撕掉，那不都是騙補的嗎？你只要生產出來賣不賣，反正國家都有補貼。好了，後來說這不行啊，你光生產出來不行，你得賣掉，賣掉那也行啊。那新能源汽車厂商啊，他把拼凑出來之後，他就过户唄，就是賣掉了，对吧？賣給下面哪个公司？這麼一看，這補貼又到手了。但是政府一看這又不行啊，這不錢花出去了，但是大街上沒看見新能源車跑。好，要求什麼呢？要求你必須要里程，對吧？你這個新能源汽車跑多少公里，一年也跑多少1萬公里。你像那個特斯拉，它就是對吧？他跟顧客簽的協議啊，賣車給你，這其中有9000塊錢是政府補貼給你的，政府還沒有補，特斯拉公司我先墊上，這樣你的購車款就便宜了，便宜9000。但是有個前提，你2年之內必須跑夠多少萬公里，它都有這麼個條款。如果你要跑不到，那我特斯拉就沒辦法從政府那把你的補貼領出來，你這補貼是我給你墊付的，你明白什麼意思嗎？所以說你看特斯拉現在告了好多車主嘛，就因為他買回去之後他沒跑，導致特斯拉他沒辦法從政府那兒領那個補貼，但是他補貼他已經給顧客，他已經墊付了，所以他就起訴這些車主，因為人家造不了假，沒法造假。但是咱們很多國產新能源汽車廠家，人家會造假，對吧？把那個車也不知道整哪兒去了，先掛起來，把它底盤升起來，然後就讓它跑唄，輪子就空轉，知道吧？轉圈，就是反正你上有政策，他下有對策，他總能找到辦法去弄虛作假騙補，就是說來說去就是因為你有補貼，人家就要騙你那個補貼，對吧？各種補貼，還有消費補貼一樣的嗎？空調、冰箱、洗衣機補貼不知道貼哪兒去了，那很多經銷商就從中賺錢，就是賺你那補貼。那連餐館的補貼，對吧？那很多地方消費補貼，你去餐飲給你補貼100、150的消費券，連這玩意兒商家都要刷，都要騙這個補貼。所以說來說去啊，就是這種各種各樣的補貼，它就是腐敗造假的溫床，有利可圖啊。但是它又管不好，因為它一旦管好了，叫水至清而無魚。你管好了，大家都沒好處，那當官呢，他沒好處，他幹啥呢？所以他就能管，他也不管，對吧？這就是弊病啊！這就是我說的第二個，就是補貼這一塊，你只要有補貼，一定有腐敗，有圈錢交易，有各種利益輸送。第三個就是統計數據，就是再一次說明啊，這數字啊，你不要信，你只能是參考，沒有一個數字啊經得起推敲，數字和數字之間還打架。不能當真，因為這玩意兒都可以買，實在買不來還可以造假。不管他是怎麼宣傳的，不管他說怎麼好，怎麼欣欣向榮，對吧？怎麼穩，怎麼向好，我們還是要多在意
多重視自己的這種體感，对吧？多關心身邊環境是不是發生變化了，是不是好起來了，对吧？你也看一看自己身邊的以前同事、朋友、同學、親戚，他們是不是说，今年更好了，好像我生意好做了，好像我今年工作，对吧？好像獎金還多了，更順利了。我們普通人呢，更多的還是看這個，對吧？這個體感它騙不了你，它是真實的，就在你影響着你，在你身邊。而那些數字離我們很遠，也虛無縹緲，也捉摸不定。非常抽象，对吧？統計局非要告訴你說你今年的可支配收入增長了，那你還能說什麼呢？对吧？那你只能認了。弄虛作假是自上而下，而且已經成了一種風气。但是有很多基本盤，他就喜歡，对吧？他不考慮自己的感受，真實感受，他是要躺在这些數字上面去找到幸福感。是那種自我滿足、自信。他不知道他這數字都是編出來、買出來的。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